國政大黃蓉墮胎，強國醫院揾射雕買廣告。靜哥哥，大姨媽好耐冇嚟啦，係咪又有咗呢？應該點做好啊？容兒唔好急，下晝我哋去揾婦科專家啦。愛我心，世間始終你好。唔知金庸見到福建呢間醫院嘅墮胎廣告會喊定嬲啊？個廣告用咗1983年黃日華、翁美玲版《射雕英雄傳》嘅劇照，俾網民彈低俗，話佢有傷風化。要落仔，揾西毒咪得咯，做乜嘢喺醫院嘥錢啫？容兒，你只係更年期啫。唉，金庸要喊啦！嗰間醫院嘅門診主任話，個廣告應該喺今年2月落嘅，主要放喺農村，但相關負責嘅人已經冇做啦。佢話家陣鎮入面啲廣告都搣晒，可能仲有1-2張喺偏僻地方，醫院會再派人揾下，一發現就會銷毀。當地工商部門正調查醫院咁樣用張劇照係咪涉及侵權啊？